联合国自2018年开始提倡全面性教育，国际社会嘛渐渐在推动。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今仔日举办国际论坛，讲有要96个老师认为爱全面来推动，不过目前是无教材、欠资源，嘛惊家长唔支持。 小学生开始对性感觉好奇，会接触到18禁的色情网站甲资讯。性教育袂当等，唔通干那纯口号。不过现行的性教育是列做健康体育的领域、个人卫生甲性教育主题的项目之一。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指出，国内由原是注重伫咧生理甲性行为相关的知识，这甲联合国咧提倡的全面性教育比起来实在有差。 学生的情感关系，他的一个性的生理发展，还有自我认同，其实在 CSE 全面性教育里面，其实都非常的重视。 全面性教育包含着感情的关系、平等甲尊重。协会调查指出，95.73%的小学老师认为有必要来实施全面性教育，不过13.88%的老师捌防要求避免去教着某一寡性教育的主题。 也那50.8%的老师是惊教课的时间无够，目前无教材资源嘛不足。教育部长潘文忠表示，国教院当咧清查，要为现行的性教育基础来调整。更新的能够从全面性教育的观点来实施有关性别平权、性教育、情感教育。我想这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趋势。那我们也因应这样的方式，能够逐步的来做调整。 潘文忠指出，按算今年底会先完成中学阶段的全面性教育教学指引，提供给老师来参考。另外，协会嘛表示，全面性教育在亚洲也阁算新的政策。以日本来讲，中央无支持，不过地方也是有在做。其他附近的国家嘛有来自家长的压力，因嘛透过论坛甲对话来分享经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